讲到这件抢案24岁，这个金仔店女业务员是桃园中立一间金仔加工厂的头家查某囝，当时甲因男朋友共款是做业务的，来到宜兰，讲要讲生理，和这个23岁姓屈的查甫人呢抢劫，警方呢掠到这个姓屈的查甫人的时，有抄到家私、喙烟、甲假车证等等、假车牌等等物件，有其他的金仔店的业者就讲，这个查甫人敢若早就伫中立加工厂外口伫等，锁定这个女业务员，一直甲对到宜兰。 玻璃橱内底放真侪金仔，小姐当时就是要来遮讲生理，却伫咧路防抢劫。24岁女业务是桃园中立做金仔加工厂头家查某囝，迄天含嘛是共款走大路。24岁男朋友来宜兰讲生理，第一站来到伫咧宜兰市新民路金仔店，当时女业务甲车停伫咧边仔路口，男朋友是坐伫咧车顶等，伊拖一卡底金仔行李箱伫咧离金仔店差不多30公尺所在，叫23岁姓屈嫌犯追龙，佮互人抢劫。屈先生捡掠到时，身躯顶含车顶，佮捡抄到喙暗假丝，含4块假车牌，甚至佮伫咧车顶抄到毒品，敢若早着拢规划好势。他监视器在看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工厂旁边，已经在这一间桃园的工厂啊，他被锁定了，就跟着你上高速公路，然后就在等待你下车的机会、落单的机会。 下手。屈先生敢若去桃园中立的金仔加工厂，早着锁定女业务，驶车跟队人到宜兰金仔店，过程离马100公里，车路嘛差不多爱1.5钟。实际来到伫咧桃园中立的金仔加工厂，面对记者问话，工厂的头家无啥物加讲。 查某业务到宜兰讲生理，到也未到第一间金仔店，就拄着歹人。加在嫌犯尾也无抢成，屈先生落尾叫警察压断去。不过记者讲相关动机，详细原因会阁继续调查厘清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